其實我以前咧都講好多次，如果係即係用我哋粵語咧，我就唔想講咁多即係話正經嘅嘢、政治嗰啲咁嘅嘢。但係咧，有時遇到一啲好重要嘅嘢，我又好想同即係嶺南嗰啲朋友咧分享。咁我度要講好重要嘅嘢就係啦，講關於美國嗰個難民政策，即係冇設防嗰個邊境，即係隨便亂咁放啲難民入嚟啦，第三世界啲難民入嚟。咁樣跟住又社會高福利，美國社會福利都好高嘅。咁呢兩樣嘅政策咧加起身就將美國搞鬼死啦。因為經濟學家咧，嗱呢啲咧就左媒體就唔會講俾你聽嘅，只有福克斯啊或者係中間媒體會講俾你聽。冇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可以生存響冇設防嘅邊境，大量嘅難民湧入，同埋高社會福利能夠呢個咁嘅兩個政策之下咧能夠生存落嚟嘅。咁大家如果係有基本嘅一啲邏輯同埋即係數理嗰啲基礎，你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係唔可能嘅。即係突然間你就會感到係喎，唔應該係嘛？難民不斷咁湧入，然後社會又保持高福利，美國係負擔唔起嘅。咁另外一個講咧，你要將個美國咧搞衰咧，從外邊好難搞嘅，因為你嘅實力係嘛？就算你有實力都唔容易搞。但係喺佢內部係好容易搞嘅。咁你呢次索馬里嗰個難民啊，嗰個貪腐同埋造假詐騙，即係響嗰個明尼蘇達州嗰個呢單案咧已經反映咗美國包括任何一個國家都冇辦法響大量嘅難民湧入冇國界同埋響高福利之間能夠生存落嚟嘅。呢兩個政策咧會拖死美國㗎。咁可能即係川普而家佢就要改變而家呢個現狀。咁所以因為呢件事咧比較重要，即係點醒大家就話冇一個國家，包括美國、中國都好，你既係高福利，又係不斷咁樣難民咁樣湧入，你嘅人口不斷咁樣壯大，難民都係依靠福利嘅社會福利嘅。咁所以呢一樣咧就因為覺得重要，所以就同大家分享。